欢迎收看《台湾商界》，我是阿明张伟明，今日要带大家来看讲网络的这个陷阱是有够多，尤其咱讲吼，最近讨论到真悬的，就是讲涉嫌引诱高雄14岁这个少女泄露这个嫌犯吼，伊这个犯罪这个过程吼。那么讲过去，伊伫2018年的时阵，就涉嫌性侵着两个啦吼，这个未成年的查某囡仔有这个记录。今年咱们看到讲7月初1的这个部分吼，这个一审互判10档，但是咧，咱其实看到讲哦，判刑进前伊做啥咧？伊当阵哦，伫2019年8月时阵，去这个暗室哦，为着要密这个吼入家这个部分吼，嘛无想到讲伊这个交保了后，就真正伫咧去这个密室的时阵，佮请工人吼伫新竹这透天厝内底吼，真正要计划开始啊吼，嘛来看到讲，即阵哦，佮有着一名少女吼，真正伫开始咧报告的时阵，豆豆吼，互这个少女来。行入去啦吼，其实咱嘛看到讲，网络真正爱来去注意，有的人是用着这个假身份来制造一个局啦吼。另外，这个陷阱就是要来钓鱼，另外咧为着要取到伊这个信任，也个吼这个集钱啦吼，和这个受害者来信以为真吼。这个心理战豆豆来去做一寡这个引诱的这个部分吼。其实咱嘛要讨论到，其实这个检方甲地方法院是不是法律上有这个细节查的这个部分？另外咧，这个网络陷阱真正真济，嘛要带观众朋友做回来了解。这部电影先来邀请3位来宾，第一位咱们邀请时代力量立法委员王婉如。大家好，我是王婉如。第二位咱们邀请台湾少年权益甲这个福利促进联盟副秘书长刘志阳。大家好。再来，咱们邀请律师陈明秀。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陈明秀。是啦，咱要先带大家吼来了解一下，这回咱讲吼，伊是这个华语讲的掠诱啦吼，到底什么是掠诱？咱先请教律师啦吼，伫咧法律上有两种这个引诱的这个方式吼，一个是合诱，一个是向华语讲的这个掠诱，到底有什么争差无？咱咧讲迄合诱甲掠诱。是法律上是咧讲对未满20岁未成年是来讲，伊就是讲伊甲诱拐离开他的家人，或是他的爸爸妈妈，这种伊负责伊的侵权的人身躯边。啊，合诱意思是讲伊即个囡仔无反对，是嘿但是掠诱意思就是讲即个囡仔是反对。看到咱即个发生的代志，即个查某囡仔伊其实伊是。无想要长伊转去的，这就是属于咱可能是比较法律上的掠诱的观念。是有影啦吼，这个掠诱这个观念，大家先记好清楚啦吼。其实咱嘛讲到，这个少女失联66点钟吼，其实这个疑点真济啦吼。其实这个66点钟来，这个少女敢若食一顿尔啦吼。其实红对待这个方式真正是真无好啦吼。其实咱嘛先带大家来看，这66点钟这个少女是安怎度过？高雄失联的14岁姓刘少女，坐伫租厝的所在，面对警方的询问，表情显得有一寡冷淡。失踪3天了后，总算伫初一早8点50分，得当中兴路一带，细路查甫人母亲经营的出租套房内，同时找到细路查甫人甲失联的少女。被发现时阵，两个人拢藏伫4楼一间租厝所在天棚顶的暗房内。那个女生，我们同仁进去以后是有稍微有，因为她是因为也是在睡觉嘛，然后惊醒以后，她有稍微有一点惊讶。那目前身体状况都还好啊。规个失联事件主嫌细路查甫人先是用网络交友熟悉姓刘少女刷落来，以应征电源大大工作为由，和姓刘少女伫8月29离家了后，坐高铁到新竹甲伊会合。佮由共犯姓刘查甫人负责炸掉少女的手机偷偷开到台北，家己是带着少女到新竹母亲经营的出租套房暗房内面。因为媒体一直报道这段时间并无和少女外出。他有表达说要离开的愿意要回来，因为他30号要开学，说没让他回来。这个部分我们就已经认为他已经触犯到强制罪。警方表示，少女被找到的时阵无被绑囚禁，身体也无明显外伤，情绪也无伤大的反应，所以警方伫现场进行搜证了后，目前已经将2个人先带登去高雄调查，以厘清案情。记者综合报道。
是啦，咱讲到这个规个案情进程吼，先爱辅导着这个少女的这个心理啦吼。尤其咱讲节目的讨论，唔那干那是案情啦。尤其咱讲吼，这个少女买手爱搁去当个学校啦吼。尤其这个社会这个季节嘛是真重要，所以咱今日嘛有邀请到这个委员啦吼，尤其咱的这个副秘书长吼。首先，咱要先请这个委员来讲吼，就是讲这个少女的这个心理一定受到这个影响啊。安怎进一步吼，等去到学校的时阵，做一寡这个有这个依顺吼，互伊吼这个心理会当豆豆行出来。就后面是这个少女的心理可能会惊，会害怕，然后唔知要安怎甲同学同下讲伊发生什么代志。是。所以阮的看法是讲，伊倒来处理掉，等去学校了，应该有相对应的这个辅导机制。是。包括学校啊，包括厝内边啊、厝边啊，包括家己的家庭啊，拢爱同齐来协助，安尼较好的做法。有影啦吼，这个辅导机制，毋那是这个学校啦，是讲这个处理啦吼，其实真济单位应该都要来介入来去处理啊吼。其实咱嘛处理到这个案件吼，真有经验，这个大小明也好啦吼。过去咱嘛看到这种事件、事项伫咧发生，尤其咱讲这阵是网络的这个世代。大家用手机啊吼，本地伊是一个工具，但是有人就用这个工具豆豆吼，这个嫌犯也好，也是讲这个当歪老囡的也好啦吼，拢伫遮吼咧想空想胖啦吼。啊，少女也是讲，唔那干那是查某的啦吼，这个查甫的嘛有可能受到这个网络这个限制。第一步，咱要互这个少年的，也是讲家长建立一款观念。第一步，咱会先甲建议啥物咧？上主要咱大家了解讲，其实网络这个物件，伫个联合国。文章内底一定讲啊足清楚。其实对咱来讲，这个世代叫做网络原住民，因其实因的生活就是和网络做伙生活起来。所以联合国一直叫咱讲，咱正面去面对讲，这个网络的世代，咱来用啥物较正面的方法去甲辅导，唔是讲单纯咱就甲禁止讲啊，你袂使创这，你袂使耍这，也是讲甲你限时间。所以咱第一步是爱先建立讲，咱了解讲。遮囡仔的生活和网络是做伙，咱再来开始想讲，咱的辅导方法，正面的辅导方法是啥？唔是讲去禁止，像最近日本的香川县在都立法，因的地方议会在立法讲，咱以后囡仔下课了后，当会使算1点真久手机啊，啊假日的时阵，当会使算1点半真久。是。啊，这件代志其实引起因遐囡仔学生啊，足大的反抗，因甚至讲要求要视线。OK。所以咱就看到讲，去使用网络这件代志，咱是正面去看待，正面去辅导。正面来去看待啦，尤其吼，你若愈去甲动吼，伊愈想要找到其他的方式去接触伊啦吼。其实咱嘛佫讲定，这个网络真正有危险啦吼。啊，其实真侪嫌犯都利用这个网络这点来去豆豆吼。无论你是咱讲啊，伫咧直播头顶也好，伫咧这个咱讲104，也是讲人力银行头顶看这个物件吼。所以这个咱讲泄露这个嫌犯都是有用这个部分啦吼。第一部分，咱看到讲，其实咱头拄嘛讲到，伫咧2018年的时阵，迄当阵是下药啊吼，性侵害2名未成年的这个少女啦吼。其实细节的部分咱就莫讲啊，咱要来讲到就是讲法律的这个赞助。倒位有4甲擦吼。第二，咱看到讲，伫咧2020年的时阵吼，这个台北检察署啦吼，就讲吼，可能有再犯的这个疑虑啦吼，所以要先请到这个羁押的这个部分，但是台北地方法院咧来好决吼。那么看到讲2020年就是今年这个7月的时阵，台北地方法院这个一审哦，用到这个性剥削这个防制条例啦吼，判刑10档吼。但是咱讲到这2档来，这个空窗期有啊无？咱先请律师。这个空窗期安怎咧去甲看待咧？咱即摆咧讲迄空窗的部分，就是讲伊无在押的状况。OK。其实咱咧看像拄开始伊犯案被发现的时阵的检察官申请羁押，咱法院就该收押。是。收押了后是一直到案件已经起诉了后，法院才感觉讲哦。安尼，即马这时阵免个收押，才该交保。是。咱即马来看这段时间是，咱讲空窗期是，我感觉有一个重点就是讲，咱咧看收押的目的是啥物 ？OK。因为其实咱法律上，收押的目的唔是要处罚，唔是要罚这个犯人，因为咱案件伫判决确定之前，都还是推定无罪。无罪的推定吼。所以
这个我们这个在讲说这个收押，其实它的目的是要把这个审理程序是顺利，就是讲如果说有逃走的可能性的，这种人的爱压起来嘛。就是讲这个因啊逃走啊，可能人嘛走去啊，证据嘛无去啊，安尼啦吼。证据啊个人无去，啊是讲会串供，才会部分咱才会给收押。所以法官咧看收押这件代志，伊是爱用做严肃的方式，因为这是侵害人的人身自由。是。所以拄开始的时候，法官可能阮来看，因为迄阵啊，伊是看伊案件的资料来决定嘛，毋是像咱即马会当看较清楚讲哦，后壁你到尾佫有犯罪。啊，法官迄阵啊看到的时候，伊这个人是无前科的。无前科啦吼。对，无前科。所以这个法官咧认定的时阵，可能检察官予伊这个资料，差不多都是差不多5万交保，安尼这个决定尔。当然咱看5万是对啊毋对，咱嘛无较确定。是。因为这经验开始较低。但是讲啊，有收押与否这件事情来说的话，确定迄阵啊，法官确定的是这个人无前科。OK。啊。已经收押到起诉了，也就是说，一般我们在看起诉这个动作，就表示说，检察官已经把相关的事证都收集的差不多了，才会做这个起诉的动作。所以法官看起来也会觉得说啊，这样子我可能没有必要透过羁押这个手段，来决定说这个审理程序，所以才做这个就是交保。只是说我们在看这个交保。他可能还可以做，譬如说在金额上面，其实可能这个金额还可以再更高一点。还有另外一点的讲，这款的犯罪是咪应该爱海去派出所定期去报道啦，去报道安尼，但可能甲伊的行为之间可能有一个约束性，或者是说，至少我们一直在掌控它这样子，这可能是可以检讨的。是，对。所以咱咧讲吼，是毋是要做羁押吼？其实就是要让这个流程较顺势的吼。啊，这个流程有当时啊是证据的这个保存，啊是讲人真正逃走了后，我后壁这个案件要安怎继续来去审理落去吼？这种是这个法官当时的这个依准吼。啊，这个部分若是讲啊，确定伊无前科啊，啊个认定讲伊无逃走这个可能，所以可能就可以做交保这个动作。啊，尾手咧无想着讲啊，真正搁伫2年后搁犯这个罪啦吼。咱嘛看到讲，伫咧66点钟内底吼，其实伫咧5月时阵，咱就看讲吼，伊伫网络交友吼，熟悉这个14名这个14岁这个少女啦吼。啊，其实伊嘛是咱头拄讲着，真正是开档本吼，赚钱啦吼，讲一礼拜要互你5万块这个薪水吼，去做啥？去做这个陪人拍这个电竞游戏的这个部分吼，啊做山工吼，啊诱拐着这个少女去选择吼，其实去选择了后，伊的这个手机啊，其实因咱信号走去湘北市吼，伫遐这个飘来飘去啦吼，啊这嘛是要影响到这个警方来去办案的这个部分吼，啊当阵呢迄暗。这个家庭就开始报警啊，那么看到讲，其实因这个分工有够幼弱吼，其实有这个姓罗这个嫌犯，其他佫有2名嫌犯的这个部分啊吼。咱有看到讲8月30的时阵，这名姓罗的这个好朋友啦吼，就是讲吼，真正要甲警方吼引导甲错误的这个方式来去办案吼，所以当阵警方嘛有开着这个 M 货车吼去做找这个动作。另外，咱嘛看到讲9月初1的时阵，警方伫咧这个姓罗的这个部分啊吼，伫因得当吼这个大的这个透天厝内底，伫咧天棚内底吼，这个暗时找到这少女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可能还有这个企图还是威胁吼，来禁止这个少女有这个行动吼。咱头拄嘛讲到66点钟吼，真正。真歹去度过吼，尤其伊才食一顿尔。但是咱讲吼，什么款的这个机制会当去甲这个案件吼顺势甲伊这个找出来？有人讲吼 ，PTT 这回嘛扮演一个真大的这个咱讲键盘柯南吼，伊有这个效用伫。另外，这个警方啦吼，嘛有找出着真济种这个部署去做办案啦吼。所以咱去看讲，其实嘛有真济人咧讨论讲，到底有啥物机制会当互这个66点钟搁较降较少啦吼？其实咱讲，伊若是这个时间上愈拖愈长，可能这个少女的这个安全吼，就是愈来愈无安全吼。继续，咱来讲到另外一个系统吼，是 Amber System， 咱先做来看。有啦，
有啦，有一个走黑嘛。撬开天棚失踪3天的少女总算找着人，警方伫天棚的暗房，甲诱拐少女生落的嫌犯抓着，搁伫暗房内底发现13克的4级毒品安普唑他，所以这个嫌犯搁加一条毒品罪。罗鲁网3嫌我们是依刑法的掠诱罪，还有妨碍自由罪以及毒品罪来移送。面对这款未成年互诱拐失踪的案件，李福联明指出，警政署2016年甲并册签订安撇警报，会当透过并册动态消息的发布，盗找失踪的儿童。毋过启动条件伤过严格，规定未满18岁的青少年失踪必须是绑票，也若是也未满7岁的儿童，爱警方找24点钟也无找着，而且构成重大刑案等等相关的要件，所以这4年来从来无启动过。安博警报的通报要件必须要松绑啊，从所谓的绑架勒索扩大到只要儿少遭到诱拐，但也经过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我们就可以来发布这样的一个协寻的警报。李福联明其实烦恼，也阁有较侪网络诱拐人数也未互发现的案例。根据警政署统计，未满18岁青少年离开厝龄，106年甲108年，同年拢超过4000人，107年嘛有3900多人。大部分发生伫各种时期，头一届离开厝龄年岁平均是14岁，其中有3成离开厝龄了后投靠网友。警政署回应要甲并册沟通建议，放零安撇警报标准。大家一直发布，这个他们的系统可能就没有那个会造成那个民众就不相信的狼来的那个效应。我真的很愿意再跟他们来谈谈，是不是可以宽一点、阔一点啊。另外，嘛有袂少案例，伫咧儿童回去厝龄了后，搁再离开厝。立委认为应该强化追踪辅导机制，关怀高龄失衡家庭。后手会搁提出《儿少福利权益保障法》相关的修正。记者综合报道。既然讲到这个66点钟其他的这个方式也是机制，安怎来去找出到这个被害者的这个位置也好，还是讲这个犯嫌这个部分也好啦咱等下这个 Amber System 咱好好来讲。伫遮咧嘛是要延续到拄则甲这个律师请教这个话题啊，就是这个地方法院甲检察署这个部分这个机制立法院者敢会使来斗3工？尤其咱拄仔讲过，这2019年的时阵1月时阵，迄当阵北检的时阵。有要羁押到这个罗姓的这个查甫人迄当阵5万交保，这个部分甲这个2020年这个期间真正这个咱讲这个浪芳伤长这个司法的这个浪芳真正就出现迄当阵台北地方法院的时阵裁定交保，但是检方无反对。另外咧地检署的时阵，伊新的这部分嘛讲敢来当尊重法院的这个裁定啦2020年5月时阵，台北地检署讲啥咧？这个姓罗的查甫人可能有去再犯见请到法院收押交保16个月以后咱看这个死刑已经到16个月以后。另外，咱嘛看到台北地方法院，伊讲当时无证据，这个姓罗这个查甫人有这个电死刑的这个记录啦但是遮又阁是这个司法的这个浪芳所以伫咧这个暂处头顶，法律有人讲是毋是会当启动这个预防性的这个羁押，但是这个钉钉塔塔的这个法律的这个部分，其实拢有咩咩角角啦委员你安怎看咧？我想讲，像这款案件是真歹去做一个判定啊，因为我们无看到详细的资料。一方面讲是，你若想过头，其实限制伊的自由嘛，无互伊更新的机会。但是头仔像律师讲的安尼，就是其实交保了，会使要求伊定期来报告。去警察局、去派出所。去确认讲伊人伫倒位，互伊有一个压力，讲袂使搁再犯这种案件。有影啦就是讲真正这个压力上和这个已经有前科的这个人啦莫搁再犯这个部分。这方面其实法律上本来有这个规定，是要处理还是无尔。OK。所以这是法官的判定的问题。是啦所以咱头段嘛看到这两个案件，也是讲这个姓罗的这个嫌犯伊过去2018年甲即阵，真正拢伫网络头顶找这个浪芳的所在，也是讲找这个少女的这个部分咱嘛看到讲，其实头段咱有讲到直播也好啦也是讲真正咱讲真侪这个软体，亲像 Tinder， 也是讲17，也是讲这个 iPair、Pactor 啦真侪这个。部分拢是可能少女还是少男，因即阵想要交朋友，伫网络世界找到因家己即个意温赞的即个认同尤其讲伫学校，我都有朋友，但是我伫网络顶，佫要有另外一场朋友，但是即个另外一场朋友，也是讲无熟悉人，
就是这个网络陷阱的这个所在。咱继续来请教副秘书长吼，恁伫咧辅导这个过程内底有看到偌济这种的案件咧？其实最近吼，阮的辅导内底其实一定有人咧甲阮讲，迄网络较早的对话的视窗一定无共啊，一定透过是手游的对话内底去毋管是讲引诱性交易啊啥。啊，但是这咱头拄仔讲着讲要管制网络这件代志，其实是困难的，因为网络顶头的隐匿性，是毋管是伊个人的资讯的隐匿，还是讲伊的讯息，伊本身出来讯息到底是为倒位来的迄个隐匿性，伊讲的话，伊袂第一个时间伫公开的场合曝光，是，伊大部分拢是为。就是讲，伫咧聊天室、个人的聊天室顶头内底发生这个代志，所以咱要去知影这个代志，定定拢是甲事情一定发生啊。咱再为后壁看讲，哦，原来因有这个对话记录，但是迄通常一定拢上慢啦。是。所以另外一方面，咱嘛知影讲，咱这IP 的位置嘛是就歹掠的嘛，因为爱通报法爱有迄搜索的警方的搜索的，咱才通去掠这个人。是。所以咱找到了，一定是拢上慢啦。另外讲网络顶头的机制，咱大家拢讲有审核，但是网络顶头因遮游戏啥，遮对话视窗像拄仔主持人讲的迄交友软体，因是毋是有限制年纪？其实有诶有哦，但是就像脸书共款，脸书设置14岁，通啊申请。啊，其实所有囡仔拢是14岁，因为伊天拢甲听讲，我是14岁。就是我国校嘛有这个面册通好使用，我就甲填这个14岁，我已经满，我就来去使用啊。嘿，所以咱为这个管制这个面来讲，其实足困难的。过来拄仔主持人讲的遐交友软体，其实对我来讲，我今年我40岁，是，我其实拢无听过。我是啊辅导阮遮少年仔时阵，因则甲我讲。啊，志阳大哥，你我用过这用过啥？我其实根本我就唔知因的方法，所以家长要关心嘛是足困难的，因为因无这个经验。所以咱回过头讲，拄啊伫个迄顶头有秀讲，遮的原则讲啊，袂使透露个资啊，袂使传送个人照片啊，还是讲袂使有金钱往来啊，咱。这一上基本，互遮囡仔知影讲啊，遮个代志袂使做。但是我搁较想要甲大家分享，互大家了解的讲，啥那有遮个囡仔知影讲，遮袂使做的代志，因搁继续要做。对无？遮物件不透露个资，还是讲不要轻易约见面，像即届安尼。伊有金钱的往来，啊嘛搁约见面。这就是讲老师啊，是讲学校定定咧讲吼，网络顶真危险，啊咱嘛去做，啊但是吼已经甲伊做宣导，但是伊的这个心理上啥硬要去做，伊的心理上咱爱去甲认捌啦吼。嘿，所以我要讲的是讲，咱爱去了解讲，因啥当网络顶头，主持人拄有讲过。第一，阮认为是有2点啦。是。第一点是交朋友的需求。OK。吼，啊交朋友的需求，毋是讲。我真正无朋友。一方面，第一种当然讲，我伫个现实生活内底，我较歹去交到朋友。OK， 有这种可能。各式各样霸凌的问题，人际关系相处的问题，这是第一个方面，因较歹去找到朋友。但是第二种，我出来之前，我特别问过阮社工讲，像咱这囡仔会特别讲，这交友软体因呢较有兴趣。是。其实一般你看的迄伊生活讲足正常啊，乖乖啊。但是因会去用，因为这好耍 ，OK， 趣味，像拄仔主持人讲的，介像是我第二人生啊，我伫个正常的人生我守规矩，但是伊这介像一个游戏啊，所以嘛因去升价的交友软体，但网络上取得认同，所以因知影讲袂使。但是嘛去做，第二点是钱吼，趁钱的这个部分，就亲像这件案件的。因为伫阮咧做的服务内底，其实拢知影讲，少年仔要找头路足困难的，尤其18岁以下要找头路，其实是困难的代志。所以愈少年因若是讲有钱的需要，因就愈会去找到遮个方法，像有的一个网站是专门帮人练等级的，就是讲吼，亲像这个。咱讲的这个案件内底，电竞的这个陪审的这个人啦吼，所以当吼去找讲啊，伊过当华语讲的媒合，吼，我可能要拍这个关吼，我需要什么款的这个角色，你来帮我拍关，吼，一路去，啊，我1点钟互你偌济钱，1礼拜互你偌济钱，
所以咱辅导的案件内底看到真侪这种部分。其实阮足侪辅导的案件内底，一定才现象出来，为着钱，也是讲啊，你花200块、300块，我通陪你耍游戏，也是讲你花我偌济钱，我替你做啥物代志。咱大家莫袂记得，透过网络，其实打青少年的诈骗车手，是最多的受害者是青少年的。所以这拢是透过网络的交友软体，毋是咱较早想的。在社群啥，一定是愈来愈细致化、愈个别化，所以咱都要在讲辅导和家长了解是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件代志。有影吼，过去咱讲这个社群媒体吼，即摆已经深入去咱讲这个交朋友这个更加搁较深的、即较隐秘啊，这个软体内底去吼。头拄仔这个副秘书长内底有讲到吼，其实趁钱是一大这个因素，尤其咱多这个18岁以下真正歹趁吼。但是伊伫网络顶，哇，找到遮尔好的机会，伊不爱去试吗？伊就是要吼，以这个好客的心去满足伊的这个部分吼。另外嘛是讲，伫咧咱讲。现实这个生活中，伊有现实的这朋友，但是伊要伫网络顶找伊这个疑问赞的这个认同吼，这拢是网络顶咱要去看到的这个部分吼。所以咱搁一摆爱来讲吼，这拢是咱华语讲的老生常谈，这种唱老调。但是为什么爱讲？因为伊非常这个重要。但是背后的少年人咧想啥物，也是讲因真正要去做这个原因吼，毋那干那这个准则尔啦吼。所以这个家长嘛去了解真正的。你个人的这个资料，吼，莫去泄露，还是讲莫传你的这个隐私，吼，较隐私的这个相片。另外就莫有金钱往来，但是你看，这回都是有这个趁钱的这个需求，才有这个部分吼。真正莫轻轻松松就甲人约见面，吼。另外莫雇一个人去做见面，吼。你若是要去，真正爱有伴啦，吼。所以这是咱讲网络交朋友的这个5大准则，吼。咱搁请委员吼，其实咱头拄副秘书长有讲到，网络顶已经有安尼，亲像。列做真详细，我会当伫遮趁偌济钱，这咱法律上敢无法度去一寡即个防制了。其实因为大部分的网络其实都有限制讲爱成年之后再使用这种款的服务。是。但是头拄仔讲的这5点嘛，其实我想要讲的是讲，真侪囡仔其实伊知影这件代志较危险，但是因毋知为什么危险。OK。所以我感觉讲伫学校啊，是做父母的，其实要甲囡仔加讲几摆啊。比如讲像即款的代志，阮逐摆发生的时，我就甲阮查某囝讲，伊即个小女发生啥物代志，伊做了啥物代志安尼，互伊知影讲为虾米阮讲袂使讲凊彩甲无熟悉的人见面啊，伫网络面顶做交易的行为啊，就是爱一件一件甲讲，伊才较知影为虾米袂使安尼做，伊才会使理解。因为我有看到真侪这种失踪的少女，伊倒来了，其实各位都出去，搁失踪。就是因为可能嘛唔知讲，会发生啥物代志。其实老师一直讲，就是讲资料一直讲，但是知影讲5点，但是唔知背后原因是啥物，其实伊就可能讲再次的发生。是，所以这个亲子的沟通就非常的重要。也是讲吼，真正有的这个家长吼，就是去看因查某囝，也是讲看因后生这个手机啊吼，这可能嘛是犯着一个大忌啦吼。尤其咱咧讲吼，真正咱讲有这个 IG 的这个 account 吼，这个口罩，也是讲这个 Facebook。面册这个口罩，有的人就是有1个，有的人有2个，有的人有3个。第一个是互爸母检查用的，第二个吼，我就是讲吼，我甲我遮猫咪群的这个朋友来去使用。第3群，我有另外这个朋友来去做使用吼。真济这个咱讲伫这个少年名遮吼，咱嘛看到这个现象啦吼。所以真正爸母。爱了解到这个做囡仔的这个心情吼，伊有啥物安怎去使用这个网络这个部分，伊安怎来去骗爸母，但是是安怎要骗爸母，爸母拢唔知啦吼，所以这嘛是讲可能会造成这块原因的这个背景吼。咱继续来请律师啦，头拄仔咱讲到这个背后吼，亲像咱讲有这个练官啊，是拍官的这个游戏书啦吼，伫咧法律赞助，咱会当去做啥物控管无？因为这东西牵涉到咱的网络的管制。那咱即马讲的有管制的部分，咱拢其实拢讲，未成年人，你会当来做有使用，还是讲你迄有涉及到金钱交易的，其实你嘛是爱下你的就是父母来甲你决定。是。嘿，所以这就是一个困难，就是讲，拄则秘书长有讲到，就是讲，事实上。大家使用的时阵，大家
并没有办法实际上去管制一些规则嘛。所以就像是阮咱咧看新闻的时阵，还有限制级的时阵，伊在问你讲，喺网络上伊在问你讲，啊，你满18岁袂？对，是啊。大个人都嘛个点满，想要看的人就是安尼做，所以这是很是内底咱对于这管制的困难所以既然其实这个问题不是讲台湾，这全世界拢会发生的代志啊，嘛是咱对于不管是说咱今仔看到的是青少年，可是事实上这样类似的犯罪也是发生在成年以后的事情。OK， 所以其实法律可能也不是一个解决这个问题根本的方法。法律是上尾一站啊吼。其实咱讲学校也好，这个亲子的这个关系也好，拢是第一站会当去防止这款代志发生的这个部分啦吼。所以咱嘛讨论到讲，伫这个66点钟来啦吼，其实这个少女真正是经过着真痛苦的这66点钟，啊，其实咱嘛讲到，什么款的这个机制，咱头拄仔新闻内底有看到讲，这个 Amber System 啦吼，伊的这个意思就是讲，这个 American 吼，迄当阵美国伫咧这个年代的时阵吼，有发生一件绑票这个部分啦吼 ，America's Missing。吼，过来是啥物 ？Broadcasting Emergency Response 啊，就是讲，伫咧美国有发生一件这个绑票这个事件，迄当阵呢，这个规个这个广播系统吼，拢会来去发布这个信息啦吼。啊，过去我伫美国的时阵做特派记者的时阵，就收到这款的这 Amber System 所发出来的这个信息啦吼。啊，信息的内容就是讲哦，嫌犯大概这个背景是啥，生做啥物款啊，啥物人去互绑去。啊，但是讲这啥物人去互绑去，啊，用甲咱台湾可能。即阵吼已经用适当吼有这个机制，但是咱拢无去甲使用，因为咱讲这是要用到这个绑票这个部分吼。啊，继续咱要先来请教这个委员吼，这个绑票这个机制，咱其实嘛有讲到吼，啊，其实拄着像即款的失踪的这个少女66点钟，其实有这个限制伫咧，然后无法度去发挥伊的功能伫咧，限制伫倒位？即摆伫台湾看到这 Amber System 就是讲爱有路人勒索才会使启动，但是像这件代志，即摆代志其实伊是无路人勒索，伊讲是改骗走尔。所以阮想讲，其实是应该较放宽这个规定啦，就是讲那挑工的要改拐走的这种，其实都应该来启动。像这件案件是看到讲伊的爸母其实有发布准确的讯息伫网络面顶，啊，请大家来斗查工，来斗吹，啊，警察嘛有收到同款的资讯啊，嘛有真侪网络的朋友提供相对应的资讯，包括这个罗姓嫌犯的这个做法的资讯等等。其实这都是讲，那是讲正常的程序来讲，应该是启动安博资讯之后，安博警报之后，大家来。到这个处理较好。所以即阵呢，翻过头啊吼，爸母家己先伫面册头顶来公布讲吼，我的查某囝失踪啊，爱来找。啊，其实若是讲政府这个机制有当启动吼，真正这个可能就是这个翻过头，可能唔免到66点钟就找着吼。所以咱看到这个 Amber System 这个发动的这条件伤过头严吼。伊即阵吼要件是啥物吼？无这个未满18岁吼，若是去用绑去啦吼，还是讲未满7岁。4年24点钟，啊个这个重大这个犯罪吼，对咱去启动吼。所以咱头拄嘛讲到，这个是美国吼绑票这个部分吼，就随来去做启动吼。啊，伫咧儿少保障法，敢若规定讲失踪的这个儿童甲这个少年要去找找这个相关的这个事件吼，无规范就讲儿少这个等于到厝追踪也好，还是讲方式辅导服务啦吼，法规啊未处理到这个。找了后，这个预防，这嘛是咱头拄啊一直咧讲的，就是讲这个少女吼，这个14岁这个囡仔人，真正爱登去到学校啊，登去到社会啊，伊嘛有甲这个嫌犯讲，我这个8月30日就要开学啊，嘿，咱看到伊嘛真烦恼啦吼，所以看到这个嫌犯用着安尼处处甲伊限制，伫伊的心理上已经造成影响吼，所以咱要继续来请教副秘书长啦吼。这个心理上，咱头拄嘛讲到，这个辅导的这个机制爱开始随时来去进入，但是这个法的这个部分，咱拢无一个完备的法，安怎去建议政府开始做的？像这个 Amber System 这个物件，咱当然拄啊委员讲的是讲前端，吼，咱爱限制什么条件才启动。啊，第二个当然就是讲你的实施管道到底是啥？咱当要讲你实施管道出去，若是讲伫咧新闻。咱当然嘛了解讲，为着这紧急危害的事件，咱来紧找到囡仔上重要。所以伫个即个案件内底，其实第一时间有的媒体是甲即个囡仔的面规个拢
秀出来，互大家，因为咱通了解讲，找到囡仔重要。是。但问题是讲，你囡仔若是讲找到啊，平安啊。啊，遐讯息咧，要安怎收回来？留伫迄网络的世界内底，咱当去 Google 有诶，佫找到。所以阮的联盟含遮的民间团体，其实昨有发布一个紧急的声明，是，阮就是希望讲遮的媒体，通较自律。有影。吼，阮即个声明拢总有大概有20几个儿少团体、儿少服务团体，要求讲，大家囡仔一定找到啊，家属嘛讲。咱遮的讯息拢爱撤掉啊，因为咱考虑的是讲，囡仔爱回去伊原本的生活，爱回去伊原本的生活。遮讯息若佫找到，像有的媒体伫个囡仔找到的过程去高铁站甲堵麦，甲问讲，啊你会后悔袂？你咱是想无是问这要创啥？啊，但遮画面拢会留的啊，像迄警方嘛，特别甲警方讲。遐影像，攻坚的影像，你爱就节制的使用，你袂使规个拢秀出来啊，对，整个攻坚的影像，即个囡仔以后回去学校了后，大家找到伊的讯息，找到伊的过去，伊明仔哪佫回去伊的生活，这其实是阮即个联盟、即个人事新闻最重要一个部分，所以嘛讲 Amber System 你要操作的时阵。啊，政府了后，安怎甲这个讯息回收转来 ？OK， 好，这是一件最重要，因为根据咱儿少权法69条的规定，其实一定有讲，相关的讯息啊，你若是讲，儿少有关的讯息，你袂使伫新闻顶头，特别是负面的新闻，是，伫个新闻公布公开的讯息内底，你袂使互人辨识着讲伊是啥，好，因为特别讲，伫儿少权法伊。沿用的是49条甲56条，伊顶头就特别讲诱拐、绑架、强迫引诱，加社会事件的讯息，儿少若是主体，伊的讯息其实是袂使出来。是。所以咱前端知影讲要找到囡仔重要，出来无要紧，啊，当一定结束啊，咱就莫去对家属。咱就莫去找伊个学校，咱后壁就莫去问讲啊，即个囡仔安怎，就去恢复正常的生活、平静的生活。这其实是阮最大的诉求。有影啦吼，爱恢复到即个正常的即个生活，但是真正处处拢是难关啊。尤其咱看到即个媒体一报类，也是讲吼媒体。去甲即个高铁站来去甲堵麦啦吼，即个部分拢是造成伊即个心理上第二摆即个创伤伫啦吼。咱嘛咧讨论着讲吼，即个到底什么时阵吼，伫咧网络顶吼有人讲即个被遗忘权吼，就是讲我过去伫网络顶所有的即个资料会当互卖进去啦吼，但是即个卖进去，也佫有一段即个部分爱来去拍拼吼，继续咱来请律师，咱讲华语讲被遗忘权啦吼。是，确实，咱有咧讨论就是讲，被遗忘权，就是讲，像拄则讲的，发生这个代志，甲即摆其实有一寡已经无适合去继续讲的，是，应该是有一个权利讲，我这个资料，爱为网络上消失，确实，有一寡国家有安尼，是，但是目前伫咱台湾这个部分，还是还未。开始来实行，所以这个可能未来也是要靠说我们立法院这边立法委员这边来看，是不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做，对。然后另外我也想要补充一下，刚刚就是呼应一下说，现在其实案件已经走到一定的程度，就是说，那今麦囡仔已经等来呀，其实今麦的程序，咱就是走在侦查程序的中间。所以其实侦查程序不止咱要保护这个囡仔，是，佫有一个嘛重要的是，咱个侦查不公开，其实嘛是重要的。这个原则要大家知啦吼。对，系，唔是讲咱即马因为全国咱台湾大家拢咧关心这件代志，咱为着要新闻媒体的报道，咱就一直找新的素材往下挖。其实这个在各个面向都是违反侦查不公开的。那我们这个台湾社会是应该一起来把这个原则。爱保守起来。是啦吼，就是讲真正为着偷起声要找到这个人吼，咱发布到这个信息，但是这个信息背后，真正人若找到来，这个真歹收回啦吼。所以你利用这个资讯也好，还是公开到这个资讯也好，啊非常这个细致吼。另外就是咱讨论到讲，这个被遗忘权吼，到底什么时阵会当伫立法院来去做一届这个执行？啊，另外嘛是讲到吼，就是媒体这个自律的这个部分吼，真正咱做媒体的人吼，真正爱去思考到这
这个赞助，所以咱头拄仔咧讲的时阵，案情的这个部分咱无要讲伤济，讲的是讲买手安怎去做一寡这个辅导的这个心理也好啦，还是讲这个建制吼，真正好的这个体制，或者的这个买手吼，这个代志莫发生，还是讲发生了后，咱有法度去合法的处理吼。继续来请教委员吼，就是讲这个机制这个部分啦吼，立法院会当安怎去斗相共？其实真侪阮拢一直伫处理，比如说儿少权法，刚会使定头拄仔讲的，拢敢若即马只有定到说该吹出来了，无讲吹出来了要安怎处理，要安怎甲伊辅导，要安怎甲伊协助。这部分嘛，拢是希望讲有主管机关还是相关的单位会使当在来斗相共。这部分阮有进行目前有在进行修法的计划呢，有这个计划啦吼，所以这个第三点，若是讲失踪的绩效，这个协寻中心吼，还未发地化啦吼，无落实到早期的这个预防，还是讲阻断啊，甲事后的这个追踪啦吼，所以无这个专职的这个机构，啊，若是要有这个专职的机构，伊应该是爱放伫咧卫生福利部才对啦吼。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卫生福利部还是警政署相关的，可能较有机会，但是这可能甲法律修法无直接的关系，比较。较想讲，政府想要做这件代志无 ？OK。即马是有民间团体伫做，但是因为民间团体的资源较少，无法度做遐全。现在即马是希望说政府会使当起来，守护小孩的健康啊、安全啊等等来，较大力来较投较侪资源来做这件代志。所以权责上我会当讲吼，这个卫福部我冇来做。也是讲真正，我看到有这个需求，警政署伊都要随启动啊吼。咱继续来请教副秘书长。虽然这个咱讲到这个立法院的这赞助无修法的这个专门的这个部分啊，可能唔免甲这个赞助，但是咱讲真正若是讲政府单位有看到这个需求，你是不是爱随法起来家己做，唔是干那交由民间团体来去补这个无足的这个所在？因为这部分，阮像搭有个中途离校学生，就是咱讲的高中。离开学校的学生，未满18岁，因其实有一个机制，阮迄阵嘛一直讲，警政署要启动这个协询机制的条件是什么？有个阮学校嘛找无囡仔，是阮要去倒位找，所以这个部分真正是爱讲权责爱去厘清。另外就是讲，囡仔找回来了后，咱的保护机制是啥物？原则上，因为伊是够有学籍的嘛，伊要转去学校，所以应该是转去讲学校的3级辅导机制内底去做协助。但是伊另外因为面对着这种特殊的事件，所以伊嘛转去讲卫福部这边。针对相关保护事件，而且是类似大家等各位争气当中，但是讲什么刑案的受害人，因为伊确实一定去有人抓去安尼囚禁，加侪工安尼，所以卫福部家嘛应该要有相关的社工保护机制，唔那是针对讲这个囡仔本身，伊配合学校嘛是爱针对讲因这个囡仔的爸母，若是家庭有需要讲。一寡辅导、一寡资源落去的时阵，这其实政府的相关分工机制，莫讲全无，但是就是讲看即届有动起来无。另外上尾啊，嘛是呼应拄仔律师讲的迄点啦，就是讲搭媒体真正唔好搁改成敢若报故事小说安尼，一直讲要遐案情，讲到底即几工发生啥物代志安尼。真正无讲啊，阮嘛是呼吁民众讲，你若是看到这个新闻，当然公司阮有特别去看，拢无问题，咱公司拢就标准。但是你若是有看到这个新闻，你一定爱去申诉，一定爱甲这个媒体讲，咱这个阅听人其实无爱看这种新闻，一定超过啊。咱嘛鼓励民众去做申诉。是。有影啦吼，这个媒体这个自律然后，各一届爱来提醒着这个咱讲优待吼，各位这个前辈也好啦，是讲咱讲做伙拍拼这个部分啦吼。另外咱嘛要讲着吼，这回咱嘛看到讲失踪的案件自逐年吼，拢是这个千人来去起跳啦吼。尤其咱讲12岁甲18岁，咱看到2015年甲2020年这个数字吼，2015年是6742，然后迄当阵是应该是上悬的这个部分。另外咧，伫咧2016年吼，这是6084个人吼。另外2017年5000外人，到这嘛是5000外人吼，这有悬加啦吼。2020年因为统计到7月时阵，敢若3224个人，但是你家去拄看卖啦吼，其实这个数字吼是
可能今年佫会佫踏悬的这个部分吼。咱嘛咧讲着吼，12岁到18岁吼失踪的这个部分，有当时啊，这个统计内底14岁是一个关键吼。咱先来请这个委员吼，咱去看着讲遮的这个失踪人数，嘛要去统计着讲因遮的这个面貌是啥物吼，遮的人是安怎啊？即回失踪去啊，是讲离开家庭去啊，有啥物原因、啥物因素？其实有真侪原因素，但是即摆就是无讲一个较详细的统计资料。即嘛是阮伫呼吁讲，其实政府应该来详细来知影讲，遮侪人因啊，遮侪因啊失踪到底是为虾米？是。头拄仔讲到，其实有真侪是因为网络的原因，有的是因为家庭可能无互伊。较好的生活，或者较安定的生活，伊就离开即个家庭。其实有真侪因素，但是阮就想讲，一定要知影讲背后是啥物原因，较清楚了后再知影阮要安怎做才是较对的方法。有影啦吼，其实咱看大少平遮嘛吼，其实咱嘛辅导真侪即个少年朋友啦吼，会当长期来去做一寡即个培养，但是咱嘛看到讲厝内底得袂到温暖，也是讲头拄仔咱所讲的，伫咧移温站吼去找即个认同，处理就是找无到即个认同吼，即个爸母无甲肯定也好，也是讲爸母处甲管也好啦吼，也是讲伊想要当大人啊，但是爸母也是甲伊当作是囡仔啦吼。恁伫现实的即个案例内底，佫有看到差不多是几岁即个面貌啊，上会离开家庭无？我是延续多委员讲的这个部分，分析调查的部分，因为伫咱台湾其实有签一个叫做《儿童权利公约》，这一定是咱国内的法律。啊，伊顶头有特别要求讲对家儿少案件的分析、数据统计、探究，到底因为咱看就是表面的受理3、4千人，到底遮个囡仔是啥物原因离开？背后的原因吼。所以其实伫咧国际审查的时阵，2017年时阵，其实国际审查委员有特别要求讲，咱台湾真正要加强对遮儿少的数据统计跟分析。是。因为咱这通讲，知影是安那是啥物原因？啊，拄仔主持人问着讲，是安那儿少离家的即个问题。我特别要讲的是讲，我先提供几个数字，互大家想看卖啦吼。前几工啊，台北市有一个统计，15到24岁。自杀，青少年自杀上升64%，吼，64%咧吼，是，就所以就是讲青少年啊，第一个原因内底，第二个35%的原因就是亲密关系甲家庭成员的冲突，是，15至24岁啦吼，拄到这个问题。所以因一个足大部分的原因，除了讲因家己身心的议题了后，其实另外要三成外的原因是家庭关系。甲亲密关系出问题，所以这就代表讲，其实囡仔伫咧厝诶，到底有办法和家庭有较好的相处无？我另外一个数字是，卫福部受虐案件、儿少受虐案件，其实是当年拢愈来愈悬。是。啊，咱伫108年的数字是11113个人。啊，另外我要特别讲的，咱就这个分析，卫福部做到最好，伊就讲啥物原因？伊第一个原因就是讲亲子教育不好。啊，亲子教育不好占了一半以上的原因，就是伊家长的拍囡仔。但是家长拍囡仔内底一个就是因惯用体罚。其实咱要讲这囡仔是安那失踪，是安那离开家庭，上重要就是。因为伊伫这个家庭出现问题嘛，啊，其实亲子教育这件代志，大家人拢无足重视的啦。就是讲嘛，是失去功能去啊，然后。嘿，所以咱通啊为这受虐案件，当然嘛是较重要一个较极端的部分啦。是。啊，但是咱为遮就通推测出来讲，是安那遮囡仔失踪离开家庭。原因是啥？亲子教育的失功能，啊，大家没有国家并没有投资讲亲子教育按哪走较好，对吧？无人像我40岁，我有2个查某囝，啊，无人甲我教讲，其实我嘛是为我生活经验内底甲我讲啊，安尼做较好，安尼做啊较无好，到底是安哪做？家己慢慢摸索出来。啊，但是就是惯用体罚，跟惯用家，其实是咱台湾一个传统。讲家囡仔无拍袂迄落，袂成才，然后啊，所以这个原因其实是阮伫第一线的辅导时阵，含这客观的数据有吻合的所在，其实就是足侪囡仔
来阮遮就讲哦，无爱回去啊，回去嘛是去用念去用骂尔，我回去要创啥？所以这是先简单甲大家分享讲有这个讯息，啊，甲阮的观察安尼。是，所以这个离开家庭的原因真侪吼，尤其是伫咧家庭失和啊，是讲失功能这个部分啊吼。啊，其实咱嘛佫讲倒来这个案件吼，这个囡仔登去到这个村里啊，买手这个法律的这个zan厝的物件啊，等待伊去做回来去参与。等待来去，可能搁来去法院来去访询问啦吼。啊，咱嘛看讲过去处理款这案件，这个爸母吼安怎支持这个少年朋友吼去度过这难关？咱律师有啥物款的例无？是，阮咧看就是说，实际上的案件啊，爸母伊发现这讲代志了，伊即摆是伊的法定代理人，就是为即马开始到未来审理，因为即个查囡仔伊是就案件内底上重要的证人嘛。是。法律上讲证人，当然另外一方面，伊是所谓的是被害人。是。一般父母其实在这个部分拢无啥经验，因为大家对于司法陌生嘛。是。所以是说，我们也看到很多父母。不太知道怎样去陪伴自己，其实是已经是受害的一个孩子。是。啊，定定无该支持，搁会该骂。搁会干嘛？对，这种代志嘛，但是我感觉父母伊家己嘛是痛苦跟矛盾的，就是讲，其实伊嘛无遐济法律的常识知识，啊，伊对于迄。整个司法程序嘛陌生，伊嘛会惊。但是伊佮看到讲啊，那发生这个代志，啊心情无好，啊是讲拄到困难的时候，伊得甲囡仔大细声。这是阮有定处理案件的时阵有看到的。其实这足可惜，因为这个时阵是就是弥补关系一个上好的时间啦。但亲子关系是一个可以一起走过这个难关，然后同时。会当互相来了解，是啊，你迄阵仔会安尼做，啊是啊，我迄阵仔是无安那甲你关心，你才会走出去。这种代志，但是足可惜的就是，咱看到可能无啊好。啊，搁另外一方面嘛是讲，因为咱司法案件足侪，真长的路啦。啊，咱的司法人员其实因为案件量大，伊的压力嘛足大，所以伊可能嘛面对这个案件，伊嘛袂。他特别讲，就是照顾一下孩子，这个状况也是很常发生，所以也会变成是说，那么看的司法程序里面也有可能造成了这个我们青少年压力更大呢，对，有可能有2次的一个伤害也是有机会的，所以这个可能都是要靠着大家努力。有影吼，大家做伙来拍拼吼，尤其咱讲吼，真正要惊出这个伤痛吼，这个加害人吼，真正咱来去甲处罚以外，这个被害者吼，真正又过14岁尔吼，所以安怎度过这难关，处理人过去的这个对话，安怎一概来去修复嘛是非常之重要吼。啊，过去咱嘛讲吼，家庭的功能爱有伊的这个部分存在，就是。真正，咱来去甲关心，但是关心袂当吼歹出嘴。虽然你是关心，但是囡仔毋是安尼想啦吼。咱来看到讲吼，真济少年人要离开厝吼，这个爸母拢讲啥物话吼？咱嘛做一寡这个整理啦吼。上大的部分，咱看到是用威胁的这个部分吼。三成的，伊讲啥咧？你有才调，你着伫外口，你拢莫转来。然后这个少年人听到，我着起码是袂好啊嘛吼。所以听到我着真正出去，都佫无转来啊吼。另外吼，就是讲。要甲你踢笑吼，啊，甲你收入吼，你真正无出团吼。啊，另外就是讲吼，这个部分甲你赶出去吼，你甲我走，买手爸母失望的这个语气搁出来，差不多1成这部分后悔甲你生落来。另外咧，就是讲吼，甲这个价值吼变甲上低吼，你甲爸爸妈妈共款吼，共款无路用啦吼。所以伫咧这个部分，囡仔会失踪离开，咱头拄嘛讲着吼，伫咧这个部分，少年人。得袂到温暖，伊选择出去，真正伫咧出去的这个意外，也是讲会发生啥物代志，其实风险拢真济啦吼。所以这个嘛是提醒着爸母吼，真正这个话吼关心的话点一个就好，点一个就好，有当时啊莫歹声扫啦吼。继续，咱要来请教委员吼，其实咱嘛有这个查某囝，也是讲咱嘛有这个囝儿逝世啦吼，安怎去甲伊沟通？你的这个想法是啥物咧？
其实我家己的做法就是讲，甲囡仔讲详细的代志。比如讲，我若是关心，我就好好甲伊问，讲你即马是安怎？你是安怎要走出去？袂讲用骂。我刚头拄啊秘书长有讲到，我感觉最重要就是讲，大家其实讲刚讲用拍唔好，用骂唔好，但是足惯使用，已经是大人对台湾的风俗，去对待因家己的囡仔。所以我感觉讲这亲子教育最重要，应该要搁较。出较侪来推动这个部分亲子教育的部分。我北部怎样讲？除了用骂、用拍、用安尼限制的有管理的方式之外，那互伊较感，互因的囡仔感到讲较受到关心、有温暖，有影啦吼。所以咱继续来请教副秘书长，头拄也讲到，你有2个这个囝儿逝世啦吼，所以你对因的关心，你会去禁止伊啥物无？还是你会想要讲这的话无？其实咱常常讲的，讲若是为今日的主题讲网络世界的成瘾，啊，个网络的使用，咱其实禁止当然是一个方法，但是咱大家拢讲3C 是现在小朋友的保姆，是，对不？啊，咱退一步来讲，我常常讲，咱禁止了后，放下手机之后呢 ？OK， 你安怎去甲陪伴啦？放下手机之后，咱爸爸妈妈敢有办法去喊伊？对话超过10句以上，有诶，甲青少年的时阵，你看爸爸妈妈有无想要讲话啊？对吧？所以咱要求囡仔放下手机，走出网络世界，咱敢有办法去喊伊陪伴啊？爸爸妈妈敢有这种基本的职能、亲子职能去陪伴讲，这囡仔的休闲生活。另外，联合国嘛特别有讲，其实放下手机之后，咱整个国家有没有投资在？囡仔的休闲文化生活，啊，个公共空间，无囡仔无位去，登来耍手机上好。所以伫咧网络世界，咱嘛看到吼，真正的这个陪伴吼，真正重要，因为这已经是一个囡仔人的这个功夫啊吼。今日非常感谢咱3位来宾来去做回讨论，感谢，嘛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马仔再会，拜拜。